全面监控师兄，山河榜榜上有名，就算内门弟子中也是翘楚呢。定乾坤，你们以为仙道就是骑鹤逍遥、云淡风轻吗？仙道，夺天地之造化，争一口长生之气，实为逆天行事。既然你们来参加我羽化门的考核，听说神力傀儡是地底魔人炼制而成。地底魔人力大无穷，刀枪不入，可都是血腥残暴，杀人不眨眼的。怕了吧？所谓炼制，其实是羽化门长老在炼制过程中抹去了地底魔人的神智，但却保存了他嗜血杀戮的本能，使其成为了一具只知道战斗杀戮的傀儡。怎么样？现在走还来得及。我先来告诉你们。票都有了，看完好戏再走也不迟。再说，不是还有你保护我的吗？这小子还真不要脸！你这个木鱼脑袋，考场之上我怎么保护你啊？踏上漫漫仙路第一步吧，刘淼。那个叫刘淼的我认识，他已经达到神力巅峰，并且手中的刀也不是凡物。但即便这样，胜算……快把那个什么叫神力傀儡的放出来！放出来，让本小侯爷见识见识，到底是他厉害，还是我刘淼的刀厉害？